2022嘉义县长选举，这民进党的红椒娘赢对手7万多票，成功连任。不过，这无效的票呢，也有万多张，废票率是3.9%，平全国平均2.5%是搁较悬。所以来，这嘉义市长选举，敢会发生共款这废票率真悬的情形呢？外界也拢伫咧关心。今年嘉义县长选举投票数有284490票，其中无效的票是11196票，废票率有3.9%。中正大学学者认为，嘉义县会有这款的结果，可能嘛是选民对执政的民进党甲挑战的国民党相平拢无满意的反应。一个所谓的能感，就是说他就用脚投票嘛，用脚投票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他就不去投啊，反正我那一天就走就离开啊，不要去投票所。可他不是哦，他是到了投票所之后，然后理论上、合理上应该是。他就选一个人嘛，可他居然盖2个人哦，那这样子一个现象，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持续的去关注。针对嘉义县出现废票悬的情况，现任的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，虽然进前选举嘉义市无选市长，不过其他的选举废票率只有1.9%，表示选民对目前的施政有满意。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义嘛表示，县市两边的状况无同，对选民真有信心。面对未来，我们还规划了我们未来的施政蓝图，请大家在12月18号一定要出来投票。嘉义市总共有84个里，84个里我已经都在这一次的选举中都走透透了，就是一步一脚印的，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政见。16月18日，嘉义市的市长选举搁剩10多天。黄敏惠暗算初7开始请假，要来投入选战。李俊义嘛继续办活动，争取选民的认同。两边拢呼吁民众爱出来投票，决定嘉义市未来的发展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